大家好，我係 Terence。喺做蹲坐呢個動作嗰陣時咧，我相信大家有聽過膝頭唔可以過腳尖㗎啦。咁好多人喺做運動嗰陣時咧，都有嚴格遵守呢一項規則㗎喎。但係好多時候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經驗試過咧，係做蹲坐咧，令到你嘅下腰背啦係有一啲嘅腰酸背痛嘅感覺。嗱，其實咧，往往呢個嘅情況唔係因為蹲坐本身呢個動作嘅問題，而係咧膝頭受限，唔可以過腳尖，使到我哋咧腰背嘅壓力增加喎。保護膝頭唔代表保護咗整個身體嘅喎。嗱，我喺呢度咧唔係話想講膝頭唔可以過腳尖呢個做法咧係有問題嘅，其實咧係想帶大家咧去到更加宏觀咁樣睇呢件事。我會用盡量淺白而且一般人都會容易明嘅講法，令到大家咧明白呢件事嘅。喺2003年嗰陣時咧，已經有一份嘅研究咧係比較咗兩種唔同蹲坐嘅動作咧受力嘅差異㗎啦。當膝頭受限，即係咧唔可以過腳尖啦，膝關節嘅力距咧係會比較低嘅，但係咧髖關節嘅力距咧就會明顯增加。反而膝頭咧未受限，即係話咧我哋係可以過腳尖嘅。膝關節嘅力距咧係會變成比較高，即係話咧的而且確真嘅。如果過咗腳尖嘅話咧，我哋個膝關節壓力係會增加。但係咧髖關節嘅力距咧相對較低，即係話髖關節嘅壓力係減少咗嘅喎。咁意味住咧，你雖然係減少咗膝關節嘅負荷嘅，但係咧就大幅增加咗我哋臀部啦、髖關節同埋下腰背嘅工作量。其實成個蹲坐動作嘅核心概念係重心嘅維持。嗱，我哋咧人體喺任何動作之中啦，我哋大腦都會好本能咁樣將重心維持喺雙腳嘅支撐範圍以內，以免跌倒嘅。我哋而家做個實驗啦，你可以試下，當你手上面攞住重物，然後向前提起，跟住踎低落去，你嘅臀部咧就會必須要向後移，令到重心維持喺身體重量嘅中心位置。如果唔係咧，就會跌㗎啦。嗱，我哋而家試下咧，將重量攞住，然後靠近你身體。當你踎低落去嘅時候，你嘅臀部就會唔需要向後移咁多㗎啦，但仍然都可以踎到落去，而唔會失平衡㗎喎。當你刻意唔俾膝頭向前越過腳尖，臀部就一定要向後移㗎啦。嗱，呢個咧唔係話因為個動作標準，所以咧就向前傾喎，而係身體為咗維持平衡嘅妥協嚟嘅啫。當身體越向前傾，我哋咧就會要用更加多腰背嘅力量去到拉住我哋身體㗎啦。呢個咧就係點解我哋好多時候做蹲落去嘅時候咧，我哋嘅腰背會係覺得好攰，但係咧腿部咧都未必會係有太大感受啊。即使咧知道咗膝頭自然向前移，稍為越過腳尖係比較符合人體力學，但係有啲人咧都會依然做唔到㗎喎。只要膝頭一向前移咧，腳踭就會提起㗎啦，或者咧會係甚至乎失去平衡嘅。嗱，呢個時候問題往往唔係在於膝頭，而係在於我哋腳腕嘅活動幅度不足，膝頭就冇辦法順利咁樣向前移㗎啦。將腳腕背屈嘅工作，背屈即係我哋伸直隻腳，然後盡量將腳尖指向我哋個頭嘅方向，呢個就係叫背屈啦。將呢一個嘅工作咧交咗俾前腳掌關節嘅位置，令到可以增加膝頭向前移嘅幅度。而呢一個代償嘅方法會一嚟增加咗前腳掌嘅壓力，二嚟咧由於我哋個腳掌同地面嘅接觸面細咗，穩定性會差咗，亦都會令到我哋更加難去到平衡。對於初學者嚟講，更加會對蹲落去陣時個危險性咧會係提高，減低咗訓練嘅效果。如果你係呢一類嘅人士，我哋可以做一個簡單嘅測試嘅。你可以喺屋企裏邊自己試下，當你做蹲坐落去嘅時候，你攞一啲厚嘅墊墊喺你腳踭嘅位置，然後再試下蹲落去，你就會發現咗，當你墊高咗腳踭陣時，做蹲坐呢個動作會係更加暢順嘅。上半身咧會係更加挺直啦，而腰背嘅壓力亦都會大幅咁樣減少。嗱，但係記住，墊高腳踭呢個嘅方法咧，只係一個測試工具嚟嘅啫。為咗安全起見咧，我哋可以暫時用器械去到做呢一個嘅腿部訓練嘅動作。而長遠而言咧，其實仍然係要將我哋腳腕嘅活動幅度係改善，例如伸展小腿。而伸展小腿嘅方法咧，我都擺咗喺影片說明欄㗎啦。大家咧都可以去睇下嘅。而我哋有一啲簡單嘅方法，可以喺屋企度檢測自己蹲坐嘅動作有冇問題嘅。我哋只需要攞部電話喺屋企，
從側面拍攝我哋蹲落去嘅姿勢。我哋會觀察以下兩個嘅相對角度。當蹲到最低點嘅時候，我哋會觀察小腿嘅角度同埋上半身，即係軀幹嘅角度。一個受力相對平均嘅蹲坐動作，小腿同埋上半身應該會係呈現咧大致平衡嘅狀態。如果喺影片入面，你嘅小腿幾乎係垂直咗地面，而上半身咧就大幅前傾，即係話差唔多你個身體咧都掂到大腿咁滯㗎啦。呢個就係一個好明確嘅信號，代表身體嘅後邊，特別係下腰背承受咗過多嘅壓力。不過喺做蹲坐動作嗰陣時，膝頭唔好超過腳尖。呢個嘅指引咧仍然係適合普羅大眾嘅。但係咧，我喺呢度想同大家講，我哋要同時間留意埋腰背嘅角度。喺蹲坐嗰陣時咧，記住要問自己3個嘅問題嘅。等唔好保護咗膝頭嘅時候，就令到腰背受傷。蹲落去嘅時候，整個動作過程係唔係感覺到穩定嘅呢？而喺蹲落去嘅時候，膝頭係唔係向住第2至到第3隻腳趾嘅方向去到活動嘅呢？最後要問埋自己，做完蹲坐嘅動作係唔係真正感覺到大腿同埋臀部係最攰，定係每次都係覺得咧腰部最酸呢？蹲坐從來都唔係一個單一關節嘅動作嚟㗎，包括我哋嘅腳腕、膝頭、髖關節同埋下腰背，應該係合理咁樣分擔工作量，減輕各個嘅壓力。嗱，好啦，今日嘅影片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咧下次翻到嚟再見，拜拜。